台北地区今下晡落雷公雨，台北捷运的文湖线也传出列车因为设备出问题暂停1分钟。另外，伫中校复兴站也因为雨落了伤过大，害这天棚漏水。捷运公司是赶紧灌水桶来巡。也若讲到松山机场，同款因为这落大雨，机场的地面作业有一段时间是无法度做的，总共影响到12个航班。湘北地区伫2日下晡出现大雷公雨。雨势是来了更快，害松山机场一时特殊来暂停地面作业。伫航班部分，包括北间、平湖、甲南间等地班机，总共12个航班和大雨延误。delay1小时，所以我就先跟部队说晚一点回去部队上。原本是4点的，然后 delay 到5点15左右。如果没飞就去做出来了。真侪民众因为班机延前，坐伫大厅等待，也毋过大雨毋若影响松山机场的航班，连台北捷运嘛一时直来停驶。有4架列车因为设备发出异常的警讯，暂停至暂停1分钟，无排除是雷公雨的影响。另外，木岭的大水雨，嘛有中澳复兴捷运站的大厅天棚的水，那水墙咧规港冲落来，现场有几领水桶咧渗水。气象专家讲，这种午后雷公雨的天气会持续到周末。午后的热力作用的影响，就会造成午后雷雨，预估大概还会持续个1、2天。大台北地区是午后大雷公雨，那宜兰地区嘛有业者因应热人气温升到34度，惊员工掉刷，特别甲员工传结冰水甲电风，而咱有民众直直头骹做事，大甲掉刷风送去病院急诊。头晕啊，全身酸痛是吧？汗流太多，钾离子流失太严重。加在掉刷民众经过病院治疗了无代志，不过嘛有一个富人人早起去产院做事，等到看到时已经意识不清，送病院嘛是救无回来。体温量起来就是快40度以上，之后在消防队到的时候，他的心跳就停止了，在30分钟急救之后急救无效，就宣告死亡。医生提醒讲，最近因为天气烧热，掉刷就医的比例提高大概2%到5%。呼吁民众若是感觉头晕、脚步无在这寡情形，就要赶紧去清凉的所在补充水分。若是已经失去意识，就要赶紧就医，才当避免烈伤害造成性命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